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嘉文，欢迎各位收听国立广播电台厝边隔壁的节目。咱今日咧专门来宾咧专访伊，从咱中华县议员的候选人赖泽民赖泽民，铁哦，赖铁民吼，赖泽民赖铁民，甲听众朋友招呼者吼。咱的姚议长，所有咱的关怀电台，所有咱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仔日要来专访伊，即个对议员候选人吼，所在大地方讲，咱怎要来采访以前，咱先介绍咱园区的电影吼，甲园区足侪人爱来看电影。拜六8月2日，即囡仔出吼，小朋友才爱看这《小姐与流氓》这卡通，较早阮细人有咧看。这嘛是我囡仔看的。小姐与流氓一只。两只狗仔的故事吼，较早的卡通加足好看。真诶，真诶。比即摆的电脑的卡通是较省、较方便，但是反正感觉足歹看咧。我较爱看较早的迄种卡通，手画对，正确。几十年来对话吼，小姐与流氓吼，这带恁小朋友去看，大人嘛会使看吼。啊，另外8月23吼。8月23礼拜日，爱看一个小朋友佫使带个布袋戏的演出，猪八戒娶亲吼，就是《西游记》内底猪八戒娶亲吼，这个嘛真趣味吼，这个咱特别邀请这个什么升平五洲团吼，真出名。升平升平五洲团，迄条我哩嘛捌演过。来出吼。啊，今仔咧专访即个赖泽民吼，赖泽民吼，赖泽民啊。阮较早是念铁民啦，江泽民，江铁民。铁吼，江铁民诶，即摆选举吼，你是员林、大川甲永靖嘛？员林、大川、永靖。第4选区。你其实恁爸爸甲阮较熟啦吼，做赖宜松吼，做过咱的国台吼，伊甲阮迄阵共时代吼，迄阵真侪代志拢伫遐，拢同时咧做啊。以后恁爸爸较无咧做，换你咧做吼。伊顶摆选吼选无掉，一摆吼，你议员做过几届？两届，选无掉。其实中华选举足奇怪吼，我嘛选立委2届拢选无掉，选啊感觉足感慨。而且伤害我的吼，毋是国民党，毋是共产党，是咱党内吼。迄阵感觉讲，迄阵是毋是像即摆单选区啦吼。我迄阵啊坚持讲，我绝对无爱批评、伤害咱共党候选人，当时。是多选区，多数选，就是讲一个选区选足侪人。是多设厝的。多设厝的选区吼，迄阵啊，有一寡人咧选举拢，就好像票源差不多拢你袂使选即个选我，啊无要抽即个外口的。扩大家己的选票安尼。毋是安尼，就讲咧收你啊！我感觉我足袂习惯即个文化吼。啊，阮长期做政治运动，拢有一种讲法，就是讲政治运动、改革运动，啊，甲参政运动。参政运动是争取席位啦，啊，为选举不择手段吼。啊，你应该党的候选人，你爱讲党的立场、党的政见，啊，毋是干那批评讲啊，有诶啥物较客讲，要到一定调下来做个党主席，这伤害上大啊！伊无需要你的票，选我就好啦。这最危险的，上危险。也有啦，非常感慨，所以选举吼，政人是一世人啊，选举是是。啊，你顶届选无掉，差偌济票？差不多200票遐。差200票遐，无济啦，无济，200票嘿。到当着党内大家小台。其实加减啦，因为毕竟园林区咱顶一回的选举情形吼，嘛甲议长报告，顶一回选举，民进党嘛是提名3席，甲即个共款。关议员是多选区啊，多选厝共款。甲立委无共款，难免啊。提名3个情形下，当然咱即几年时间吼，咱拢是用心咧服务嘛，用心咧走总吼，啊，咱互大家看会着嘛，甲大家服务会着。但是着差伫讲，
因为咱认真咧走藏的情形下吼，迄当阵佫有新人，迄当阵拄好有一个算一个本党家己的新人，第一个参选议员的，佮加上迄当阵时代力量，有一个候选人嘛是新人，这时代咧甲调，无调，但是迄嘛是无简单咯，伊的选票差无济哦，就是讲，即两位新人，变做讲是差不多选举要换遐吼，才陆陆续续出现讲要选，所以真侪人就是讲，咱家己民进党的咱遮的民主算把咱民主前辈，即讲一寡个较有民主意识的遮民众就感觉讲若会当讲加一个当选咱议会加较有力，所以迄当阵就开始有一寡分配的声音走出来，当然这声音。是讲咱家己咧讲，也是讲对手家己讲即个咧讲是讲民众家己会家己想讲，自动配票，想讲泽民啦稳稳啦，无配一寡即个新人好啊，反正泽民应该咱嘛无咧讲，叫大家主动去咧分配咱无办法啊。当然咱心内想嘛是讲好啦，咱较认真一刷咧，咱调佫新人嘛会当调，加一份力量伫议会安尼，佮想袂到说这阵落选头路我。落选二就是时代力量，过来就是咱的迄个民进党新人安尼。反正选举是一时的啦，当然。做人做党的是永久的一世人所以即摆过来选，到经验，咱党的提名几个？即个提名3个。我也是3个。共款3个，而且即个园林区第4选区有加增加一席的当选空间。拢做几个？ 9席。9席咱提名3个呢。提名3个1/3。未免太保守。但是嘛，甲议长报告园林区其实自底以来其实甲中华区共款国民党拢非常的强基础拢真在。特别即摆因为国民党即几年因家己的一寡做法问题啥物咱毋知影，就讲因即摆限制甲因的关东部拢刷来甲园林即边才来做经营。表示讲国民党因的党心已经对北中华刷南中华。关东部即摆设伫园林。园林。就是园林东部，就是即摆因的关东部所在安尼。无应该正式关东部甩园林。是啊。要放去中华吗？中华迄地敢若是讲毋知去陪人啊，是安怎？反正就是无伫遐使用啊，还是卖掉安怎安尼？因为关东部主要即摆是萧建灿。我知影是南部的啦。对，萧建灿是石头田中遐的，就是讲，因为就前几年就是可能东山的问题，啥物，伊就是甲中华市即边遮敢若甲卖掉啊，是安怎？中华市，那做是租的呢，我会记租的。租的吗？就像租型人款吧。较早国民党的关东部最闹鬼是用即摆市公所的迄个啥物礼堂啊，大礼堂。是安尼哦。就像做馆长是套堂的。套堂迄当时。无东山条例，佫会当套堂还是？无，迄当时是国民党靠设伫中华我别个所在拢过户咯中华毋过户，因为土地是县府的，厝也是县府，我是市公所的，所以房屋税、地价税拢政府联合。是。为甚至水电费嘛叫咱搭嘛所以就靠设所以无过户。你若过户了过户了套袂倒。过户就是爱民意代表，就是经过代表会议会同意安尼。同意了过户了套袂倒。是。中华县迄阵，我看迄一个说明讲民众之前去选县长迄阵做啥啊？迄个上。即摆亲民党主席做啥？宋楚做秘书长。我去甲讲，我讲恁国民党治犯罪你中华县东部、市东部、市东都做已经中山堂已经即摆做啥艺术馆啊，啥物馆？伫咧停车场边仔迄地你嘛丢脸啦！做。宋楚瑜甲讲，你不要避人太甚了，我会处理的，会处理。我足惊讲，到时因若提案，议会通过，当然不可能提案是。因为迄阵县长是周清玉啦，民进党是。伊若要提案，咱会知影。迄阵咱的一本杂志叫做《关怀杂志》，就甲看中华县所有的国民党。甲因占用的资料拢查出来，查出来伫议会逐个分4月分中方面就公告讲，
我就足用时，迄阵10百营吼，土地几平方公尺啊，厝啊，拢直出来，来去讨吼。包括即马园区伊就是国防部占的吼。哦，嘿。啊，国防若县政府占的上出名就是中华县东部甲中华市东部嘛。对。啊，拢甲我讨转来，就是讲别县市拢过互了咯。啊，阵啊，做调查局嘛用县政府的，其实即马是市公所的。啊，即马伫救国团边迄块啊。是。伊就是讲政府要起互伊，啊土地是土地嘛政府的，厝嘛政府的，所以地价是包是恁来拿，啊，搁水电费恁来拿，啊调查局迄块。用我哩用。啊，修理嘛一定修理。较早东国时代啊，党国不分啊。啊，我到迄个时代，我著紧动作足紧啊，紧甲讨啊。啊，为着安尼吼，用要相拍吼，真的国民党一寡代表议员吼歹叫。哦，这议长讲这吼，咱有印象。伊当时有。我问下议长报告吼，我因为即摆就是讲，我后来有去咱伫张师大这边才有进修嘛吼。张师大。啊，我读的就是咱的即个公共行政。啊，公共行政吼，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咱的即个府会关系啦。府会关系，啊，我府会关系的上早就开始就是比较讲3个阶段吼，就是对周成玉县长、王金珠县长、魏美国县长，啊，甲上新的即摆王惠美的时阵，咱的叫政府机关，就是县政府甲咱议会的关系啊。迄当阵的周县长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迄当阵吼，咱印象中是无半个即个议员，民众议员伫议会内底，啊，所以造成讲吼，所有的吼，咱的即个县政府的提案吼，拢向遮吼抹黑攻击，甚至讲吼用真糟蹋人的方式吼咧攻击，包括拍因共款。对，甚至讲吼，连咱的周县长的女性的身份嘛讲攻击。吼，咱的迄当阵的一寡会议记录，咱有看到安尼。当迄种会议记录拢是用耳仔听有条绕到一寡，但是咱看会出来迄种歹意啦。迄当阵议会对周县长的歹意，咱拢看会到。所以咱就感觉讲吼，希望讲未来咱的民主的即个政治吼，也是讲这民主运作。我迄阵去查一个代志，咱甲讲吼，讲你敢知影县政府偌济钱互照顾团？哦。我来去查，拢查无啦。查无吼！我讲，你讲啊做做党国不分，国库通党库吼，但是我著查无，我看，来我去请教内行的，伊讲你去安怎查呢？吼，比如讲教育处内底有一个节目叫，有两个活动啦，一个是。一个叫做青年暑期犯罪防治活动。哦。真好啊吼。对啊，听起来都好呀。是叫做三民主义论文比赛，吼。各种物件。有啊，迄当时有啊，论文比赛。论文比赛委托，迄钱委托教育团办。委外办理安尼。伊安怎办咯？免偌济钱吼。青年活动是安怎？请台游览车，那几十万啦吼，请一台游览车一寡老师专导去设计，转来讲即段时间跩拢袂犯罪啦。其实咱咧想讲犯罪，当是讲暑假办两个篮球比赛，所以款夏令营迄种钱就拨互伊去用啊。钱拨照顾团去用，拨去用佫其他足侪方式。咱查会出来啦。有，种伊名目都毋是咱一般看到。你看袂出来，有内行的看袂出来，所以有顶摆佫一个朋友吼，你今日即接的是一个朋友，无人博士哦，伊是做这研究所的，博士，写讲府会关系吼。可能我嘛捌参考过款咯，可能我嘛捌参考对哦，伊写台中市的啦。台中市的台中市议会甲政府有情，我甲涂来看，我讲一句讲，是我了解台中市的市政的运作，国民党的市党部介入足多啦。你若对
论文即句拢无提到，还着笑咧笑咧。啊，真诶，有当时一寡物件。所以论文像即款诶论文，来讲好歹吼。那我老师当然，伊老师一定是国民党诶嘛。若说我要来看，我来讲啊，你若无写这，你政治学诶，毋是读法律诶啊。法律有当讲制度嘛，政治学讲实际上诶运作。啊，你议会足侪代拢是关东部，介入足深嘛吼。包括你人事管，包括恁议会人事，包括议长、副议长，足侪人事。啊，官府足侪人事拢介入，你拢无写，还着笑咧笑咧。因若敢写，我讲政治大学诶，我讲 post 都摕袂着啦吼，这真，这我迄阵啊发现讲，我虽然足支持民主选举啦。但发现我感觉我个选举实在无效啦，我是爱伤过正派。慢慢讲，我较爱教册，较爱写册啦。哦，真诶。啊，阵啊，就是讲足侪，像讲半暝敲电讲叫我来菜市啊，啉烧酒，伊咧请人家寄倒来去。哦，啊，我无去，我这暗路，叫我去，我都无去，都歹啊！我伊也袂支持我。啊，分送是正啥？有时我伫台北咧开会，立法院咧开会，敲电讲，啊人啥都无去开，啥都要去开，叫我倒来转来，转。我感觉讲台湾要查到我理想中的民主政治民意代表的功能，还佫查种远啊。差侪。啊，所以到尾我都毋敢佫选啦，我就选2摆袂掉。当然买票代是莫讲啦，敢若做。支持咱的人吼，对我的不满吼，包括分送事情吼，包括捌托代志吼，迄阵来讲袂了啦。但即摆，咱讲即摆来当时，迄阵咱的选举文化吼，包括咱党的一寡候选人随便讲答应东答应西吼，啊选成答应啊选了就全。有啦，咱传统讲诶啊，对无？选前，人拢答应。选前一世情，选后我无用安尼，迄人讲诶。足侪迄款诶，阮做律师诶人袂使安尼做啦。当然。阮做律师，即个案件会办袂办，阮爱照实。袂办，我甲你讲袂办诶，啊，会判有罪，你讲新闻判无罪，我做袂到。啊，你若感觉讲啊，你无爱请我，你去请别人。你若要我请，我咧讲应该会判几年吼，但是无可能判无罪吼。是。你讲你冤枉啊，但是我看着无冤枉。有啦，这咱。我的个性来讲，啊，所以种个性来选举，有较不方便。咱过去的时阵，我第一届啊吼，伊就讲我第一届当选的时阵吼，迄当阵可能是看咱新人，嘛真济一寡吼，我过去毋捌拄过的人吼，会来找咱。啊，有的人一看就感觉讲，即个人感觉应该毋是社会上一般的人，吼，有诶可能是讲白咧，可能是会牵涉着一寡犯罪问题。啊，但是后来吼，咱嘛甲伊长共款，对即款诶案件吼，咱拢就讲，除了教习以外吼，咱嘛无去提供伊帮助。久来吼，啊久来，这人就袂找咱啦。啊，所以咱嘛后来讲白咧，一寡人讲，奇怪，第一届选举诶时阵，家人佫拄会着，咱第二届选诶时阵就无啥人去。吼，嘛是安尼情形。对，是讲，咱咧讲，都爱一流的辨识到一流的民主政治啦，就是安尼正确。你读政治的人拢知影，啊，一流当然台湾社会讲进入民主国家也佫真短啦。啊，佫咱做民主国家，咱所谓党啊，特别国民党，民进党嘛是无讲准好，就是讲。安怎互百姓训练做是一流的民主国家的百姓？对，还有一段时间啦吼。不过讲是安尼讲，选举是足现实啦吼。对啦。啊，所以你即摆选举有较有信心无？即届吼，咱坦白讲吼，因为经过即4年吼，无通讲直接用议员身份咧共直接服务吼，当然咱嘛会较烦恼啦。吼，因为那个一定你就知影讲吼，服务选票是上直接，啊嘛是上坚定的啦。啊，但是咱即4年时阵，虽然讲有一寡乡亲吼会找咱斗相共，但毕竟吼有议员身份无议员身份吼，县政府的态度加减有差啦。啊，所以咱嘛虽然讲尽量共大家斗相共，但是吼人会找咱机会嘛少啦。啊，所以咱嘛希望讲透过即段时间安尼吼，差不多已经年外的时间，咱努力走总。
啊提醒大家讲吼，即个选举一定要集中选票，咱嘛是真拍拼。当然，即个嘛是真侪新人啊，所以即个嘛爱借即个机会吼，拜托所有咱的湾林区乡亲时代吼，若有当过去支持泽民的吼，继续甲咱疼叹，甲咱指导，支持。若讲过顶届吼，怎有去分配着的吼，拜托大家吼，票才甲咱加箍倒来看啦。袂使搁话落选啦。无，讲实在啦，嘛最后一道啊，你若即届搁落选都无啊，爸爸嘛你讲我咧讲是讲。台湾这社会，我咧讲，台湾的民主政治，咱虽然有民主的制度，就是民主政治有讲将民意代表，咱是服务。服务。无啊，民主代表是咧监督政府的。这才是主要的。但是常常讲，服务你也无来服务，顶摆拜托你做无成，服务我甚至较侪拢写啥好用假，议员当选2人服务，一生一世什么一张票，一事情服务到底，啥物有民意代表是咧监督政府的呢，毋是咧服务的。较早是因为政府咱管袂着啦，所以国民党时代早期咧选民意代表是选好看的，互你一个新闻。少数嘛吼，大部分拢国民党国民党扶为一家。伊根本都无咧监督这。你监督伊听罔听伊对。都扶为一家要监督，咱党外人要监督足困难，是啊。就讲服务好用够，但是拜托你安尼。是。其实这是毋是真正确。毋是正常的啦，无正常的。正常甲即个选举议员吼，还是国会议员也好，第一个功能是监督政府，第二个功能才是服务。对。咱颠倒讲，本末颠倒嘛，嘛甲一张报告吼，顶一次吼，咱嘛其实咱嘛感谢吼，迄当阵时代力量吼，因为甲咱做一个资料统计，详细数字我袂去直啊。时代力量，伊迄当阵伊嘛有几个议员的候选人。来参选安尼啦吼，特别是时代力量嘿，伊就做一个统计资料，就是有关于讲吼，每一个议员吼，伫议会内底做的即个质询吼提案，吼甲讲相关的包括记者会啊，讲啥物件，迄就是拢监督的部分吼。阮伫阮的选区即边遮吼，甚至讲规个南中华吼，咱算是第一名。吼，咱的质询、野手质询的提案的部分，咱拢是第一名。吼毋知是毋是安尼啦？我听讲啊，私底下听讲吼，县政府吼，特别是县政府的头人吼，对咱是做头疼的。知影咱举手就是搁要。我咧讲就是安尼吼。各位听众朋友，你若要选举，到有啥物种，若是代表咱去监督政府，因为税金是咱纳的啊。是正确。政府安怎咧用？吼，咱请公务员有咧做工作，做到对毋对？这是。民主国家设议会制度，主要功能。以前国民党独裁时代，咱管袂着啊，吼，伊总统甲乡镇长嘛管袂着，即马管会着啊。吼，即马2党3党都管会着，毋免阁定想讲，我选一个有服务的，较食袂分刀的，分送市政来。选一个议会拢点啊，什么 SS 吼，政府讲国民党讲安怎就安怎，有啦，这咱捌看过，嘿，真侪。这观念要改变啊，咱慢慢咱票有网友嘛是爱甲改变，甲改变吼。了解。真侪你做服务来讲，迄种服务到尾嘛是人会看无啦吼。即种服务你若毋是。拜托，你毋是服务公司，正服务你是监督政府议员，这是公职啊，这是公职啊，所以即摆希望讲吼，百姓慢慢来较了解吼，甲我即几年经营，你也捌去东部上班嘛？中央东部，甲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安尼快速甲咱的乡亲介绍吼，泽民的上早参与咱的政治工作吼，其实是伫咱的差不多2011年、12年迄当中。做议员以前。做议员之前，嘿，咱是伫草屯镇长的补选起的。草屯镇长。中央派你来啊？无，迄当阵是吼。你是家己走去？爸爸拄好，迄当阵甲咱的洪国豪。迄当阵当选草屯镇长好朋友，迄当阵就爸爸吼讲吼，无你来看卖人选举是啥物，就遐开始来参与着咱的政治安尼，到后来就进入咱的中央党部，
啊，佫开始参加咱的2012年的即个总统大选，迄当全台湾走透透，啊，咱嘛看到真济。你是蔡英文嘛？嘿，蔡英文，蔡英文甲苏家全迄当阵来参加咱的总统大选，啊，咱就全台湾走透透，大场小场咱拢看会着。啊，迄当虽然蔡英文无调，但是咱嘛看到咱的民主选举是啥物款的即个活动，啊，所以咱就对这开始讲吼，讲希望有个进咱的咱来参与安尼，啊，后来就是2014年，吼，迄当阵来投入咱的议员选举，啊，才正式当选第一届议员安尼。所以讲，台湾百姓思想有咧进步啦。啊，即你讲，咱嘛甲百姓说明真清楚，是讲咱民主国家设议会就是监督政府。监督政府，对，正确。啊，你选互我的任务就是监督这公务员甲政府咧做代志，甲预算安怎用，啊，即个事情安怎是做这代志。啊，若要服务，这是观念是错误的啦，对不对？无完全正确啦，无完全正确。咱走往走，咱是兼的吼，这是附带的服务，毋是主要服务啦。是。所以我逐摆拢讲吼，我只要无选举，我咧讲吼真清楚。你咧评判一个民意代表吼，好歹是毋是适当，是看伊的。就是讲伊的参政的方式吼，伊的就是讲你伫议会表现就上对啊。我嘛讲即摆会当顺利当选吼。蒋法官我伫遮有讲足侪代志啊，蒋法官问题足侪咯。真诶。我看国民党伊歹有一个讲关于选举候选人一场团队，你毋知有看无？讲蒋法现在袂当变燕霞市吼，就讲啊。蒋法人为什么你们不愿意验血时一定团队你们都有看？哦，无咧，那有伊少真我好讲写作文你有够水，啊讲啊袂顺，讲咱拢无爱做验血师，意思是讲啊那伊做馆长的就做验血师嘛，这观念咱小咱再来讲者。我等下再来看者。我是甲单说，我感觉足无聊吼，小来讲，恁即马休困者，互伊做一寡广告，再继续再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关南广播电台出面特别我的节目吼，我是姚嘉文，请赖传明来遮即个互咱专访啦吼。啊，伊也要选举啦，选举咧讲到即摆选举，拄仔咧讲一半，咧讲国民党一个县长候选人咧讲彰化人，你不想当第七都嘛？伊讲迄口气。我看，阮太太看摕互我看，讲确实写足好啦，确实写足，但是是，到底咧竞选还是咧写？你讲彰化人希望当第七都是一回事，啊，你怪怪讲你们为什么不想？意思讲，啊，那伊做县长，伊就有法度嘛。其都不都吼，演写不写是看人口，敢毋是？一方面有人口的即个门槛啦，一方面你爱有迄个能力啊。啥物能力？因为迄当阵我会记你伫几年前，咱嘛捌提出过即个申请啊，就迄当阵台南升级。人口也无够，敢毋是？咱人口目前还佫有，目前但是伫要无啊，伫要无125万以下巴度啊。对啊，人口无够嘛。人口无够伊啊。无够你其他免讲啊，你其他台湾人，咱遮毋是讲啥物？是进前啦，进前咱捌提出过，迄当阵是台南的时阵。台南，但迄当都是台南甲彰化当时有提出即个申请，啊后来是台南摕到即个升级资格，啊彰化无摕到安尼。对，迄阵算讲台南为台南的特色，啊彰化历史古都嘛，历史古都嘿。彰化无啥物特色吼，我是讲即个证件不算证件吼，证应该算证件，伊嘛无讲伊若当选。你要安怎做？要互伊。我会安怎做？来互变第七都，无看到咧。所以这个选举毋是安尼选嘛，你百姓讲要讲。讲即句袂使讲吼，你敢有想要摕到100亿？你就感觉安尼。我嘛想啊，要摕到你甲我讲。对啊，无你著讲吼，咱为着要做咱遐增加人口，人口增加都要就业机会。咱就要发展经济，发展员工安怎？咱都是咧讲啊，我看是阮太太对我讲，文章写得很漂亮啊，就是
即摆选举吼，县长你看，所我伫南中华应该是较赢面啦。伊就是伫我选区遮的。嘿，伫甲你选区啦，园林、大川、永靖哦。对，无错无错。伊敢甲你讲，伊佫毋是安尼啊，佫也田中啊，啥物拢得。伊的立委区是包括田中，但是我拄好伫我第一届参选的时阵吼，就是接到陈素月伊就放弃连任，去担任着为民国迄当中竞选县长的时阵，担任着伊的即个主任委员总干事。议员放弃连任。嘿，放弃连任，后来因为着地方选情的需要吼，伊才投入着迄当中，佫是园林镇，毋是园林市，园林镇的镇长的一个选举。虽然选无掉，但是伊嘛是因为安尼吼，怎会当顺利来接到即个为民国，迄当中就是伊立委选调县长了后，立委即个区的即个补选。补选了后，过年了嘛是顺利个成功连任安尼啦。所以咱甲陈素华迄当阵是几乎是逐工要见面啦。所以咱就看会出来讲吼，伊素华即个人的本身伊的特色啦吼，伊过去担任议员时阵咱就熟悉伊嘛。后来伊当选着立委的时阵吼，咱个地方上咱是议员嘛，几乎甲咱的立委会当讲嘛是几乎逐工见面啦。伊选区无宽嘛，就是园林、大川、永靖。田中、社头、二水，甲一个参谋乡安尼7乡镇。咱中华最关键是二林部分。二林，嘿。可能较困难吧。二林坦白讲，因为二林过去吼，甲素华是无啥物缘啦，所以变做讲。对方嘛无，对手嘛无嘿。国民党国民党伊是属于社头即边遮的嘛，所以伊甲二林遐嘛无啥物关系。但是二林区就是咱讲第三选区人口诚济咯。对啊，但有国民党的立委啊，国民党立委伫二林区啊。第三选区来讲吼，咱坦白讲，当然咱毋是迄区的吼，无讲完全了解，但是迄当阵罢免的时阵，咱加减有去遐行踏吼，去遐了解一寡地方的状况吼。二林区因为长期以来伊的交通问题吼，变做讲咱较罕有机会过遐。而且二林区迄边遐吼，算讲较往海边即边遮，所以伊对这宫庙的信仰吼是足坚定的。所以你若无定定去迄边遐的宫庙去行踏吼，讲实在，你要踏入因的即个生活区域内底吼，去影响到遐选票嘛真困难。即马国民党候选人佫一个区建富也出来讲选，因甲二林的关系安怎？若要讲到国民党迄边，国民党坦白讲，因为毕竟来讲，第三选区的部分，就二林即附近遮吼，咱是十乡镇嘛。即边遮几乎大多数的即个乡镇长嘛是国民党的人所以因遮若国民党有动落去的话吼，相信对国民党候选人绝对是有加分的帮助啦。因为毕竟地方就是人嘛，宫庙即边遮以外就是讲地方组织嘛，佫有遮个代表会，代表还是甲传理长的部分，几乎拢嘛是国民党占大多数但是真无简单啦，咱二林区拍历史以来，自洪忠义了后，佫有2个在地议员，其中一个佫做是咱少年的那个洪子超。嘛真无简单，即个少年人嘛，足无简单嘞。即摆嘛担任咱的发言人啦，即个竞选发言人。现你们议员嘛？现议员，真少年哦，真少年。所以咱嘛感觉讲吼，咱会当拍。2个议员，一个议员。一个是那个洪腾明，一个洪腾明，一个洪子超安尼。所以咱迄区有2个议员。二林区2个议员。所以相信即2个议员吼，甲讲咱一寡，包括咱的吴聪明，咱的即个镇长候选人，拢会当来帮助带动咱陈素华县长候选人伫咱第三选区的即个选情所以甲咱较烦恼的，其实咱较烦恼的是讲吼，因为北中华即边遮吼，咱2位立委拢是咱的民进党立委，相信拢嘛会真全力来斗相共。但是差伫讲知名度的即部分吼，咱会较烦恼啦。知名度部分则较欠缺。所以我来又来招来遮接受咱的传统，伊来过，会使佫来伊有来过吼。伊有咧讲，伊竞选总部设伫中华，有设伫园林，就表示讲伊足重视北，真重视。这是正确，中华县基本是中华嘛。伊毕竟吼，北中人口嘛是比南中较济一撮。北中人口，园林比中华是较少。较少啦，较少，园林区才12万外尔。中华是20万啊，系啊，几万啊。较侪吼。对哇，系啊。所以伊讲，伊有咧讲嘛，伊讲伊竞选总部会设伫中华市，袂去设伫园林啦。园林本来都有服务处。本来服务处伫遐，对嘿。变做后院会设。对。所以
这目前你看起来目前风声情形安怎？是安尼吼，甲议长报告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吼。因为咱的陈淑华吼，伫咱的区域吼，伊的口号啊，甲讲伊的即个吼，当然即个选举口号是叫彰化加速嘛，但是大家愈熟悉的吼，就是叫骨力。吼，即骨力就是素华仔的服务精神，就是讲伊地方拍拼，即边才走总安尼吼，就是讲吼，只要乡亲有需要的吼，不管是讲要伫议会，还是立法院即边遮来出来，还是地方即边遮吼，伊就是亲自安尼甲大家服务，这就是大家对伊印象。所以相信伫南中华即边遮，特别第4选区吼，咱这选情咱是较乐观。啊，但是较烦恼就是讲头拄则讲的，因为伊拢伫伊的选区吼，非常认真咧走总，造成讲伊较罕咧去走去别人的区域。吼，特别讲吼，河美、线西，吼新港、鹿港，头拄则讲的宜林，甚至啊彰化市即边遮吼，大家对伊较清楚。当然经过即几个月吼，大家会认真拍拼宣传，啊，甲讲候选人本人的即个伊即个选票吼，啊，当然相信大家对伊有基本的熟悉啊。但是真济听到声音吼，咱较烦恼一点就是讲吼，因为即个国民党派出来即候选人吼，会当讲是。无人知影，连国民党即边遮都不是很看好，咱坦白讲吼，所以有人讲啊，素华仔过关啊，无问题啊，吼安尼吼，即点是咱烦恼的所在。有些待遇啦。对，无错，上烦恼就是这待遇啦，所以嘛要呼吁咱的听众朋友吼，不管你是彰化县的北彰化、南彰化，还是山口遮，还是海口即边遮吼，咱拢一定爱出来投票，全力来支持咱的我采访即个议员吼，因拢。讲除了家己选举外，拢会退县长候选人。因为即个是真好的一个机会，咱一定要好好把握。像彰化市候选人甲县长候选人，基本上无去共念嘛。是因咧选举是互相牵，互相捧就对啦。对，民进党就团结啦。你求市长票，同时也求县长票，县长票嘛，同时求市长。对，无错。即寡活动应该爱配合啦。对，无错。相辅相成嘛，吼。所以我相信，我是无参与的规划啦，不过就是讲，伊要有规啦、证监会啦，啥活动，因两个拢会同时出现。哦，甲议长报告吼，即摆我已经伫地方即边遮吼，伫我选区即边遮已经至少超过5、6场吼，就是咱地方的候选人甲咱县长做伙所举办的即个演讲会。啊，每一场吼，虽然讲天气拢真炎热，但是来民众吼，拢至少拢200-300个起跳。咱嘛看到遮个乡亲的热情，咱嘛真欢喜啊。啊，国民党迄边的证监会敢有咧办？坦白讲，无听过，但是因有一场的即个造势会吼，是办伫室内，吼，伫迄个餐厅迄个芳草庭院遐。哦，对我是讲2-3千人啦，啊，实际上偌济咱毋知啊。室内2-3千人，敢有啥物芳草庭院？较早迄台中的迄个草港城，啊来万年即边才开一间芳草庭院，啊后来伊分开啊啦，分开啊。伫园林大道伫较挖湾街附近遐。芳草庭院。皇上啊，皇上迄个皇啊，嘿，啊草是还潮水潮。迄款迄拢爱钱嘛吼。爱开钱的啦，一定开钱的啊。有1000人的即个。啊，因对我是安尼讲的啊，对我是安尼讲的啊。2万人够尔。我2000人，或2000人啦，但是不管几个人吼，其实我感觉讲。咱室内不一样，迄种。室内伊是专管动员的啊。是啊，你像讲拢食饭的啊。哎。伫遐食饭的，甲普通听证件。主要是专管，啊，拢是拢地方即边遮，像今仔日咱伫万年的玉天宫吼，嘛，即个时间现主持即个时间吼，嘛有一场演讲会伫万年的玉天宫，伫埔子路边顶遐，啊，迄场吼，就是咱的地方的代表议员吼，啊，大家做伙就是昨今仔日啊，都拢下号一号拜访，啊，甲大家讲，今仔日咱伫玉天宫有举办着演讲会，啊，咱的县长候选人陈所嘛会到，啊，邀请大家做伙来，咱来听咱的演讲会嘛，甲阮指导安尼吼，啊，每一场的反应拢袂歹。即款才是真正的竞选，安尼讲餐厅有用都就讲要请就来啊，对啊，餐厅都爱花钱的。对啊。都花很多钱，一定有食到嘛。因迄最后毋知是分点心阿爸，还是啥物，咱毋知，因为我嘛咱嘛无去啊。但不管对迄种，就是讲，咱其实民进党一定要知影，咱永远就是讲吼，伫街路吼一步一跤去行出来咱的选票。咱毋是伫迄种花钱的方式。对。当然，若有钱吼，钱开是开，但是迄款呢，若毋是主动的吼，毋是主动啊讲。吸引讲演讲啊，当事人候选人吸引力，
嘿，是讲演讲内容的吸引力，是吸引力来讲，敢若为着去食一道，还是去买摕便当，还是摕。迄毋是认同你的政见，毋是认同校生，是认同迄个便当。迄著毋是遮民主政社会啊。为了是要台语啦。袂啦，袂。选举佫特别中国的介入吼。哦，最严重诶。中国介入，毋知安怎，毋知影。咱真烦恼，就是讲吼，会甲顶回总统大选共款吼，就是当阵听讲就是讲吼，咱下地方吼由咧里长、村长吼招去大陆佚佗。吼，甚至讲由地方的即个乡镇长吼，会招讲吼规定里长安尼吼去大陆佚佗，转来时阵才叫因去做即个吼即个选举的即个宣传啊，是安怎？咱烦恼是安怎呢？佫描述啊，伊遐长期拢描述。是。中国介入选举真早就有啦。真济。我前30年前当时就已经有咧介入。哦。伊真早来介入，迄介入是有一句讲选互服务型的，要选互歹毒型的啦。哦，讲我是服务歹毒型的，别人是服务型的。我总在奇怪，国民党的宣传毋是即款的呢。无共款。国民党当时无咧反对歹毒型吼。安尼。伊无咧反对歹毒，其实警备总部因咧讲，国民党拢甲伊丑化啦，啥物吼。丑化，伊当时咧反对歹毒型，大部分拢是统派。安尼哦。统派，是国民党的情治单位款了。所以照伊种讲法，即摆规国民党拢反对台独，是毋是就代表讲，即摆国民党拢已经有即个影响力？嘛袂晓逐个反对台独啊，迄是国民党主要声音听起来是安尼啦，主要声音。迄是中央党部是安尼啦，拢因为拢亲中国。你讲，因做人讲。真正中国来管伊，因为走毋知走去倒去了。所以真正中华民国派是真正有存在就对啊。啊。真正国民党来真正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派，就是讲支持，就是台湾、中国是两个无共款的国家的这部分。是，其实足侪国民党这一项造，这我有研究啦，是这毋是。有啦，伊顶册有写着，我知影。因是。足侪原因是讲啊，你台湾若宣布独立，中国就拍来是，政府都无影嘛吼。中国要拍毋拍，甲你台独无关系。无关系，这个真清楚。你讲你今仔日亲共啊，则伊就袂拍嘛。伊中国迄阵早期无咧宣传讲台湾爱宣布独立，袂使活美国安怎？宣布中立啦，都袂拍啦。因这人拢拄讲吼，人开诚进前会问讲吼，啊你是台独啊，毋是台独的安尼，这是真趣味。选举当然，即种台湾百姓爱程度爱提高到国家意识啦。对。其大家拢讲啊，地方选举莫讲这啦，其实地方选举嘛爱讲国家意识，无爱互中国管，中国管有啥毋好，都爱了解。毋像去中国分请一顿请一偌，转来就讲啊，甲中国好。哦，中国袂歹。咱也无咧拍中国伊好歹因的代志啊。多错。但是问题咱无要互管安尼尔，一人一家后嘛，一人一家口嘛。你做你的，咱做咱的。对，真确。你也莫甲人干涉，阮也袂反攻大陆的时代。较早咧画是别人咧画，毋是咱咧画。是。咱台湾无去要干涉，中国当然足惊大陆的存在影响伊的统治啦。因为中国人会讲咱台湾都民主自由，啊，你哪会无？伊咧惊是惊这，对，无错。但是台湾是袂主动去讲要甲你推翻共产党政府，咱即摆无啦，咱无咧做即种宣传。甲伊种报告吼，咱即摆网络面顶吼，一寡大陆迄边遐个中国大陆迄边遐少年人吼，电脑开始讨论一个议题，啥物时阵台湾要统治中国？因足期待诶。伊足惊啦，足惊。因诶官方真惊啦，但是因诶少年人吼，特别遐讲啊。讲台湾有来过吼，这中国是安怎政府禁止中国人来台湾佚佗。伊咧讲，从表面上讲，中国人莫来恁台湾，就观光业就完蛋啦。上摆有一个甲我讲，那是完蛋。中国台湾有法接中国的啦，骑个游览车，甲留下餐厅，毋是讲恁中国人迄管的一条龙，对啊。从旅行社吼，
游览车、餐厅啊，大家买观光的观光这。你中国人袂爱来。无一角人来到台湾啦。伊这人拢倒啊，对。啊，中国人确实有真正希望，因是希望中国民主化啦。啊，讲中国去统治台湾去统治中国，迄是无，咱无这意思。嘛无这个意思。但伊要民主化，我都一摆伫英国，因咧甲我问讲，中国要怎民主化？恁台湾是安怎？阮台湾民主化，阮嘛拼过啊。但阮台湾目前恁中国举刀举枪，阮有阮个方式。主要是百姓要有教育啊，吼，言论要搁较开放。国民党伫咧戒严时代，咱台湾人嘛足侪人出国吼，出国啊伫台湾内部，虽然讲禁止当禁止，其实咱也言论嘛有咧进步吼。你中国要民主安怎恁个代志啊？咱也无怎个教，啊嘛无怎个影响。咱因咧讲爱台湾统治，其实讲希望中国有像台湾即款的统治方式啦。咱毋是咱去统治啦，兄弟。对，咱会当互学习啦。会当学习，其实你无怎个教啦。中国人，你咱家己去拼，拼讲到中国。是。哦，反正足复杂咧，中国佫发大吼，啊经济、教育，讲我定个讲上重要就是爱言论自由啊。对啦，对。恁中国。嫌迄网络也咧禁，啊一寡册也咧禁吼，迄中国派出来台湾读册派外国台，其实拢是审查过，无通常出国留学转去的吼，拢会反政府、反独裁政府啦。所以中国政府咧审查出国旅行的人嘛，有开始管制，有人讲管制无随便啊。是啊，咱中国人咧欣赏台湾民主自由，台湾人家己更加爱保守啊。无错。所以虽然讲县长的选举、议员选举有当卖甲百姓讲啊清楚啊。会啦。咱袂晓中国管，咱家己管，好歹咱家己爱负责啊。对。咱的总统、咱的县长、咱的什么长，吼，咱的警察啥物若有啥毋好，咱家己内部检讨下内部改革。咱毋能够管，咱讲管。清朝管嘛毋好，日本管，国民党初期来管，毋是拢有啥？有啦，咱相信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啦。对啊，咱家己爱负咱的责任，毋通就恁战后咧讲啊，祖国的人来啦，当选人来，到尾毋是害了了。是。咱有家己的代志，所以虽然是议员的选举、县长的选举、议员的选举，嘛爱有一寡。这特别读政治学的吼，一寡政治观念、民主观念的素养该。我是最规年拢咧讲这代志，4月咧演讲讲这代志吼。台湾社会，咱讲有一流的百姓到一流的政府啦。对，无错。一流的百姓到一流的国家啦。对，正确。啊，毋得常讲咱是讲努力成足达的百姓，无可能有一进步的国家无可能啊！即常讲的真出名啊，就是讲百姓拢是奴隶式的一群人，哪有可能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无可能嘛！吼，啊，所以选举较要紧啊！对啦。今年选个选了条吼，好，感谢。是说甲所有啦这边吼，竞出来吼，一票。一票陈寿万，一票赖泽民，好，我拢加当选为中华来拍拼。今仔多谢你来吃吼，好，厝边隔壁，欢迎各位继续一条下礼拜同一时间来收听姚嘉文的厝边隔壁，多谢。